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參觀一下位於布心排村3房2廳單位。一入屋咁樣就見到約大客飯廳，空間感十足，間隔四正，無論係傾偈、煲劇定一家人聚餐都咁舒適自在。主人套房夠晒闊落，特大衣櫃收納方便，仲有獨立套廁，私隱度滿分。早晨起身唔使同人爭洗手間。飯廳連向客廳，採光度高，望出窗外就係一片寧靜，用餐時特別放鬆。細房空間精緻實用，做小朋友房、書房都得，靈活運用唔浪費。第3間房可作客房或者工作室，招呼朋友過夜一樣冇難度。廚房設有廚櫃、星盤、煮食爐同埋抽油煙機。客廁設有即熱式熱水爐、洗手盆、馬桶同埋企缸，